非常高兴，Sarah Benvinda， muito prazer， 公鸡啊，非常感谢，非常荣幸。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。Nice to see you again，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新西兰前总理克拉克。Good to see you again， 习主席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。罗马尼亚前总理讷斯塔塞。Nice to meet you. Welcome to China. 夫人。您好，我是他夫人。Welcome to China. 澳大利亚前州长安德鲁斯。Welcome to China. 我来自澳大利亚。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。联合国粮农总干事屈冬玉。上合秘书长金立群行长。亚信秘书长。上合反恐机构主任。吉安条约组织秘书长。独联体秘书长。欧亚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任。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。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。瑞士前总理毛雷尔。比利时前首相莱特姆。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。尼加拉瓜顾问主席您好，劳雷亚诺。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国家安全顾问。早上好。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司令。早上好，主席。巴西政府代表大使高旺。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。早上好，非常荣幸。土耳其总统代表外长费丹。习主席您好 ，Good morning。土耳其总统代表能源部长。Welcome to China。埃及副总理。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。保加利亚副总理扎菲罗夫。Welcome。我来自保加利亚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东帝汶议长费尔南达。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。我想再看看你的，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欢迎你。尼泊尔总理奥利。很高兴再见。斯洛伐克总理菲索。Good to see you again。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祝贺。越南国家主席梁强。伊朗总统及女儿。敏昂莱代总统。阿塞拜疆总统和夫人。马尔代夫总统。Welcome to China again。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武契奇总统和夫人。高兴见到您。蒙古总统和夫人。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。Welcome to China。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刚果布总统萨苏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，主席先生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。印尼总统普拉博沃。Thank you for being here。亚美尼亚总理及夫人。西哈莫尼国王。米尔基耶夫总统和夫人。我们昨天的会见非常好。卢卡申科总统。拉赫蒙总统。扎帕罗夫总统。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。通伦总统。通伦主席。
安很高兴瓦尔总理、再次见到您，习主席。Welcome to China。塔内尔主席、Welcome to China。总书记、 환영합니다. 오셔서 감사합니다. 很高兴见到김先生. 반갑습니다.